等于将近44个小时，每天哦，其实刚好每天都有还好，当时没有进去美国，我怎么来处理嘛？我把刚刚高江我叫他们来，我怎么来休息？礼拜天要不要去公司？老师要轮到还是要去？哦，那我就不用说了。所以我这个时候很坚定，不要去科学，我要当老师。当老师有什么好处呢？或许一个礼拜只要教10个小时的课，这样子，其他的时间都是外期的。这个可能大概是2天啊，如果大概上2天的课，我就没有事了，其他是我的事情。我想要去干嘛，想去干嘛，都可以。薪水好不好？也还不错啦，至少对啊，年薪快100万这样，还不错。所以我一定要当这样的一个职缺，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休息的事情，所以天地保佑。好，那8月要发什么？要发广大心力兼顾，要发什么心呢？发6大愿，还要重正轻法，财法双施，心口如数，舍身办道，开设佛堂，开妄想。这个我来看一下，重正轻法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开上把它做好嘛，而且重正轻法我们这个人也有会的，受口好嘛，自己的，这是自己的。人梦的这个感觉，我也不谈，这个让我们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好好的学习，或者是一个前面这样的天长的地方，这个我们好好的处理这个。好，那这个就讲了。好，那么有关于你说现在其实有在会有些有。好，就是呢，他说呢，你如果现在人做不大不好，这个让他们跟他讲过，然后之后的人呢，不知道他在是这样的，他会先说他先说，他先说，他把他这个过道的以后，就让他前面我去了，但是遇到我这样的时候。大家互相可能的人生，他现在的那情况，加上这个道理，加上那个说，按照道理，我呢就这样子往这样，那个漂亮规则嘛，然后就是这种。但是过到门口，你说没有，到底是多少？他还是想到他做要有技巧的时候，然后他都有他，但是呢，无常到逆回旋，马上去。无常的，我这个把它按照我发的书来说一下。这好的好，那个好，你们首先好去看这些，等我一下，我看到你在跟你说，是吧？到底有马跟不马在哪里？那还有方针，好像我们都知道，要布施，然后要去所以法师要劝人回下来，或者学生要有口老好，我就跟他们讲，口说好话不好，一般不用大家简单来说好像法师，口说好话就是法师，劝人回下，或者他们学生。你的朋友如果失恋了，你去陪他聊天，让他的心情更开心，这个就是法师，这个是法师，很简单。你不要把很多你给他公平的，你给他公平，他们做法师，口说好话就是法师。那还是怎么做？先说一下，还是说自己工作一边要两边的体力的，你一边打水，就是一边的打。可是呢，如果我发现我去打很社会的时候，你的多少会目的好，这个用来所以要说做我们自己做的服务，那心口如数呢？这个我也知道，心口如数它只可以6数，它只可以佛法首先法业，心口它是外心口当然是刚才打来的，这个是可以来心口。这个好，这个后面要说这个。那我们发到就是我要说，开个佛堂，
对，为了提高自己的目标，开发下来，很多年比较开发都会心中有一个迷思，就是一定要到国外去才叫做开发。所以，但出国开发是更好，可是非出国开发才叫开发。好，那毕业有什么好处呢？确定自己的目标，第一是有精致化的认知的，然后就国谈注册。什么叫国谈注册？是以后你就要跟这些在一起的，对，1个月以后才要去那边，啊，不会求错过，不求失误。那接着要实践啊，交往里面作为一个实践，你讲的什么再多再多再发多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从头到尾做了哪个故事就会有什么感觉。做了大概是要什么钱呢？你从那个我现在说。拿了一个锅出发，几年后回来，复合那时候好像是我。那佛陀跟他讲了，如果有变异，就不要谈什么变异。今天其实我们是，如果不变异，它不会有变异。你不愿意只会有变异而已的。以后有我那奇怪，但是只要这个上去，他们说是真的，大家来有。巨人千里之外，巨风的千里之外。你看来我看，你帮我看，我看，我听话有。我给大家一下，我让宝贝要有变异。他该怎么做呢？学修很慢，学到越学越有气，修到越修越弯曲，讲到越讲越入气，慢到越慢越细腻，行到越越重。学修很慢。那该怎么做呢？跟社团或者最重要的是学日常。跟社团要怎么做？说真的，会技术中我们很难有很明确的目标要怎么做。就在你今天去公司上班，你怎么知道他做什么？其实就是人家规划我们去做。对，他做的过程让他去学嘛。学到有一天，你把这个部门的技术都学好了，接下来老板会怎样？就会加你薪水，就会提拔当部当组长。他马上会当组长，要开始学不一样的东西。公司都让他改好这些东西，学完了之后呢，给你们就到了不错，提拔你他们经理。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里面也是一样，一边学一边做，马上学会了。所以呢，在非洲有一句俗话讲的，放自己的人这句话，别人是因为你搞大人，你打开你那个光环，因为我打开你的地，反正你应该到别人了，我一点的人在两个案子里面那我们这个你来所以说要放自己的人这句话。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人呢，你一定要把一群人跟你一起走，因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会讲头发比方说我做那头发手上旁边的很多都不一样出来啊，读的听课啊，这样出来一下，一天可以点错，知道我们后来当时都跟考试比较简单的事情。一起来，所以说很重要。所以，先不要去想他做什么事情，跟社会的团队，这个团队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什么事情。以后这个团队回到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要公司和学界，因为我们会跟着这套法一起去到出来。这个是最后的信任其实这很以后真的有发展。还有你哦，前面要去，那个这些先锋，正道国的先锋，河道人的可能会比较必须。河道人讲好他是一个老妇人，或者这么讲说好。河道人的他的妈妈，其实在他老没有，但他干过的是这些大事情，什么事情？他父亲的一个孩子，在佛法修法很做的这个地域。他妈妈呢，虽然没有做很多佛法，所以他做这些大事。同样，
上面也是摸它的过去图上，所以在这里一直得到所谓基础地超的事情。我们曾经在一手大街呈现了是一个大街，或是它可能是一个大街，这个都是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得到的见证。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也会有这样的。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把信愿行这三件事情好好做。有个非信不信愿，非愿为考，非信无以正其所信。那么其所变成的不可缺，有没有坚信这样的事情？好，那今天的后悔呢，就是有稍微超过一点点的时间。那过程当中，如果有反复有讲的，或者是我们的有没有太多多一点点的这个指正，然后今天非常高兴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粉丝的全道鞠躬，空道鞠躬，好，一起闭关。向一向五行三公里全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粉丝的鞠躬，空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粉丝的鞠躬。一起是这样，向无极让五行三鞠躬，全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下全人鞠躬，持下粉丝鞠躬，空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下全人鞠躬，持下粉丝鞠躬。好，谢谢。